10度嘅天氣食魚生，老王係咪傻咗啊？紅肉翅魚生我就第一次睇啊！有一句話係咁講嘅，不吃魚生就沒有人生。廣東邊度嘅人中意食魚生呢？順德啦、潮州啦，其實仲有一個地區嘅人好中意食魚生嘅，客家人。我哋今日嚟到河源農村車田鎮，試下啲呢度嘅八寶魚生啊！魚生其實呢度係東江嘅上游嚟嘅，呢度嘅水資源特別靚。睇下呢度有冇食？我見到盤就有噶啦，有魚生吃嗎？啊？魚生？魚生有，但是沒有房間。沒有房間啦，我做廳咯。魚在這裡啊？在這裡啊。什麼？炒魚啊？炒魚有翅眼，也有炒魚。炒魚？哪裡的炒魚？後廚吧那裡的。後廚吧的。要炒魚吧？要炒魚吧？啊。兩個人吃得完嗎？這個3、4斤到4斤左右了。可以，吃得完。吃得完，那先種好吧？多少錢一斤啊40。是吧？放血。鸡蛋蛋呢油把血給流掉了。哎，一般的这外面的是敲死的那挂着。啊。我这让它油，把它血油出来。把血放乾淨。這個魚生的房間其實也很講究的。這個東西因為是生的，吃進肚子嘛。掛乾水啊，這邊不吃紅肉啊，一般。要上。這魚還是蠻亮的，現在看到都反光的。這個一個店最貴的就是魚生師傅啊，刀工不行就出不來效果了。這條就把所有的紅肉全部去完，不要紅肉的沒那麼脆是吧？那麼韌性沒那麼好。所以你們習慣的像這個留一點點的紅點。看這個切魚生啊，就很解壓。一片一片的薄片下去，然後那個切斷骨頭的聲音。有喜歡吃，有人不喜歡。哦，各地方的這個喜好不一樣。紅肉翅魚生我就第一次睇啊，這老公切魚，老婆擺盤哦。也沒多少嘛，一條魚出來。出來還有那個骨頭啊。還可以再做2個菜。夏天就用冰盤是吧？是，夏天用冰盤，冬天是用這個。這個天氣不用冰了。不用冰的話，吃了肚子不舒服。一共7、8盤都有。應該沒有7、8。6盤至少。好，開飯咯。好，謝謝。一條魚，6盤魚生。你們說的8寶就是8種配料，對吧？這裡的不止8寶。不止8寶啦。你數下，1、2、3。一般這2個沒有的嘛，這就是8寶魚生。一條魚6盤魚生。客家人有幾中意食魚生呢？有一句話係咁講嘅，不吃魚生就沒有人生。五華魚生係咪放8寶呢？就係你按你自己嘅要求。呢隻好似係啲乜嘢啊？少少嘅鹽啦。農村八寶魚生最特別嘅地方係呢個啦，茶油嚟咯，撈起啊！第一啖食咧，你要適應呢個茶油嘅味道，好爽脆嘅魚生。茶油咧，你加咗落去之後，佢會更加滑。嚟到客家呢邊嘅魚生咧，佢就會用茶油。但如果你真係問我嘅個人喜好，我始終係覺得花生油更加啱我。入鄉隨俗啊，嚟到邊度一定要體驗下呢度嘅特色嘅。好多地方食魚生係唔食紅肉嘅，呢度竟然將個紅肉專門準備出嚟。繼續調料，我還是要適應一下這個茶油的味道。有花生油嗎？紅肉魚生第一次試佢，還好。其實魚生文化咧大同小異嘅。首先咧魚要靚，第二咧一定要放血放乾淨。啱啱睇老細切嘅時候，我哋已經睇到啦，啲七彩光嘅魚生，講明魚靚啊嘛。嗱，我哋而家要攝影師，我哋嘅魚生專家評價下八寶魚生。仲要適應，慢慢適應。呢個茶油好特別㗎，其實。是不是不吃魚生沒有人生啊？魚生好吃。慢慢咧，你按照你自己中意嗰啲口味去配呢個八寶，你可以食出呢個魚生嘅樂趣嚟嘅。
6條魚生，除咗個紅肉都未食晒。你睇我兩個嘅戰鬥力可以吧？收台食熱菜，車甜豆腐，鹽水煮，魚頭、魚尾、魚骨，煲翻個蘿蔔湯，買得168， 168，哎，這麼便宜嗎？嗯。